即摆天气是愈来愈凉冷，正是适合浸温泉的时阵。交通部观光局串联全台湾19个温泉区，伫日月潭举办台湾好汤年度的启动仪式，邀请艺人做表演的嘉宾，希望讲所有乡亲拢去浸温泉。台湾好汤年度启动仪式，邀请艺人莎莎主持，郭书瑶担任节目表演嘉宾。欢迎的各位游客，有空都来南投，都来全国的温泉观光区，来品尝泡汤，放松自己。南投县长林明珍争取中央的经费，推动东部温泉区广线地下化、景观改善等等的建设，欢迎全国的乡亲来南投县浸温泉。那么希望利用温泉季可以来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。那么今天南投县这些各乡镇也都把农特产来做一个展示。天气开始变寒，嘛欢迎民众来南投县浸温泉观光佚佗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